就是讲咱若愈过咱的念头，一切拢以咱的本体出发点啦。那安尼就是以你的自性体来做的。啊，咱有机会到咱拢开有一个本体啦。但是咱有当时啊，拢互咱啥？咱的性本来是清净，咱就像讲，性是清净啊，可是就伊心就有法啦。啊，所以就是爱透过学，要回归到咱家己清净的本体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的吼，咱主讲师会甲咱分析，咱遇到这事情要如何真正达到咱的决心会当清净，而应用伫万事万物的当中，咱这个吼会当千百药化身。原本的报身，咱本来拢有照了，但是咱即马就是迷昧啊，所以必须爱来看，爱来去亲验着这个道学吼。啊，咱即马道学呢，而且就祝福咱各位吼，因为我今仔2月啊吼，2月初3吼过年啊吼，啊而且吼佮甲咱各位浅浅拜个晚年吼，希望咱伫今年伫新春吼，而且咧年头诶，咱来开班。无咱伫年头，大家拢会当吼足公平，伫咧内心当中啊，大家拢足亲近，啊，搁而且咧吼，咱来道路广场，啊是大家身体健康，我是充满感恩。感谢法师慈悲，请到礼公，坤到礼公。